Hello Marvin 啊，咁啊又係大戶情報咧嚇，有料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。咁啊喺呢度啦，先多謝我老友咧，繼續咧嚇，即係同我哋咧分享咧一啲嘅大戶情報嚇。咁啊啱啱個禮拜三啦，咁啊最矚目當然係莫雷拉咁啊，作為方家柏嘅主帥嚇，咁啊一出嚟咁啊威風八面啦，豪取四 win 嚇，咁啊當然令到佢嘅 fans 歡喜若狂啦，係咪先？咁啊不過咧，我喺另一個頻道呢條片啦，都有同大家講就係呢兩個古惑佬咧嚇，咁啊絕對咧唔係善男信女嚟嘅，係嘛？今次嚇搭得咁靚個雞棚嚇，往後咧究竟會點樣發展咧嚇？咁我自己覺得咧就肯定好多古惑嘢嘅嚇。咁啊，所以咧大家無論你係莫雷拉嘅 fans 又好啦，或者係即係其他嘅支持者都好啦，遇到呢對咁嘅騎練嚇，咁啊大家即係佢兩個出馬嘅。咁啊，千祈咧唔好話抱一個咧非常之高嘅期望嚇，因為咧佢兩個咧即係都古惑都出晒名㗎啦嚇。今次搭得靚個雞棚咧，往後肯定咧大把動作，咁啊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啦。不過咧始終有一樣嘢咧就正面嘅，就係咧令到咧其他騎師咧真係唔敢亂嚟啦，係嘛？即係好似嗰日嘅布文啦、潘頓啦，係嘛？或者係其他騎師啦，好明顯都係咧正正經經咧咁樣去騎馬嘅嚇。咁呢一個都係好事嚟嘅嚇，尤其是即係有部分騎師係方家柏支持開嘅，例如係黃志宏啊、布文啊嚇。咁呢一啲咧比較即係多同佢合作嘅騎師啦嚇，今次都叫做啦冇咗個靠山啦嚇。咁當然一定要有好表現去希望咧得到咧其他馬房嘅支持啦。咁所以咧對於呢一方面咧都係好事嚟嘅嚇。咁其他嘅咁繼續放長雙眼睇下啦。好啦，今個禮拜日咧大戶情報嗰邊咧都有一匹馬啦嚇。係一個咧係叫做上次比較黯然失色嘅騎師嘅相對啦，潘頓嘅馬嚟嘅嚇，推介俾大家。希望啦，可以咧幫到大家贏錢啦，呢一樣最緊要。不過咧，大家咧聽之餘，記住咧幫我做翻樣嘢，就係咧訂閱個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嚇，因為咧我有片出你有訂閱同埋撳鐘仔咧 ，YouTube 就會咧通知你睇，咁就唔怕錯過啦。另外咧，記住睇片咧聽唔清楚或者點樣都好，唔緊要，睇多兩次睇完俾個 like 留言同埋分享埋俾你嘅朋友你肯咁樣做，大戶情報一定咧長做長有。好啦，今次嘅情報啦，提供嘅就會係第9場3班14米潘頓嘅坐騎1號嘅安泰。以我所知啦，我老友咧一路有追開呢匹馬嘅，因為咧佢曾經同我講過呢匹安泰咧有個 pattern 嘅，只要咧係用潘頓嘅話咧，就係去馬息路嚟㗎啦。潘頓同埋蔡約翰啦，雖然大家都係澳洲人啦咁但係大家嘅合作咧真係唔稱得上係多嘅，亦都係好多個馬季已經係咁噶啦。不過咧近排兩個人咧咁我覺得都幾有火花嘅，即係好似啦兩個人合作啦，3歲馬跨境進馬啦潘頓騎4次1 win 1 Q 兩個批全部上名。另外今次嘅安泰啦，其實潘頓咧對上咧亦都咧已經騎過2次噶啦1 win 1 Q。兩個人合作唔多，但係咧都係交到貨出嚟嘅。呢匹安泰啦，除咗咧係配潘頓利好之外咧，1004米亦都係佢嘅食糊路程咁耐以嚟4場頭馬全部清一色咧都喺1004米嗰度贏嘅。所以我老友都話啦，今次咧一定要追一追呢匹馬。仲要咧今次咧排多個8檔，因為呢匹咧靠大步走咧追嘅馬咧，其實走外邊咧好過喺入邊嘅，起碼咧唔會話即係點樣踢住腳同埋咧少啲塞車機會。今次呢匹安泰啦，匆匆再出人又換咗，亦都咧喺泥地咧轉翻咧跑呢個食糊路程。我都認為咧呢匹安泰似係想搏老命噶啦。過往亦有咧喺泥地咧轉草地咧即刻有嘢睇嘅往績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呢次安泰咧值得睇重一啲嘅。
咁同埋啦，同場啦，亦都有宿敵莫雷啦，騎方嘉柏嘅3號川河歲區。咁我覺得呢匹馬咧就不甚了了嘅啫。咁啊上期賽馬啦，咁啊兩人交手潘頓啊，咁啊輸1-4啦。嗱，星期日就未知兩人啊點分勝負啦。咁但係咧，淨係以呢場嚟計啦，我覺得安泰咧就好大機會咧跑贏川河歲區嘅。咁啊睇下潘頓啦，會唔會咧幫自己咧爭翻啲面子啦？嗱，今次嘅大戶情報提供嘅就係第9場3班千4米1號嘅安泰，咁啊希望咧今次嘅情報能夠幫到大家，亦都預祝大家咧今期賽事贏多啲。